非常收看今本日福喜类的节目，哇，今本日介医疗单元啊，老乡亲朋友来分享嘛，介咧，大家有想到无吼？上些你喊出去啊，不论系运动，又系嘛介做埋事情，用度可唔可以对到，又系出手，是不是起到个哇？你个皮哈，当然有点流血啦，那种伤口都在做一步下运用去处理。当然好养宠，听说不是艺人本身算看吼，不过系讲自家一些些个伤口用去处理咧，今本日老大家来分享，按用介知识吼，所以大家来分享一啲金介意思哈，其实一啲介刘明岳意思，欢迎。谢谢主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明岳，我伫美丽医院，我平常是泌尿外科的先生。哦。我有伫急诊室值班，所以咧空气的处理，还有急救的处理，还相关有。对，基本上帮伊做的分享都流行上来都鸦片哈。其实我。录节目之前，同给欣赏大追顾嘅时间，因为欣赏伫美丽医院嘛，吼，美丽医院，我就问讲，美丽青岛客家人有迄客家庄，迄面去本欣赏看嘅，我们说患者哈，其实在沟通嘅时间，偏言嘅时都用客家话，然后欣赏90%系叫上去讲客家嘅偏言来讲，偏嘅，啊，护士也做得用客家话。护士咩大部分系当地嘅。护士啊，护士大部分是会讲哈。对，为什么啊？讲这样的问题，因为你想看啊，有时候你去看欣赏的时间，你心感度会有一些僵，有冇？因为你不知道问题还没清严重啊，买的东西，你会觉得很需要欣赏嘅天数。你讲还要去到几片嘅时间，你看到可以讲你可以讲客家话给你，啊欣赏又讲客家话，那种一下子那种亲切感就会呈现，然后那种。防卫的跟那种较紧张嘅心就冇安多。拄到青岛偏言，你用客家话来沟通，其实会感觉伊亲切。青岛偏言如果看到欣赏，其实偏是好一般的。曾经黑暗有你，而且会觉得好像我们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哈。不过今本日提办有些人都流行上来都鸦片同大家的分享，就会因为刚刚医师有介绍嘛，是泌尿科、外科对，然后不过今本日同大家来讨论那些伤口的处理哈。我先简单的讲一下。我们说真的，一般来说，有时候我们出去有没有？有时候走路不小心跌倒呀，还有跟像还有伤你大腿的时间，有时候会撞到，会有一些伤口。像这样伤口如果不是很严重，我们是不是就自己专一步下处理就可以了？假使个空气有咩严重，做的自家处理的话，其实都无法处理做的。不过你空气的处理有一般的原则啦。好，你的皮肤本身是会在保护的器官嘛，哈，其本身当个是会有。垃圾也洗去，因为你的环境的关系。啊，假使空气有伤口的时阵，其可能个垃圾啊，个细菌会染到当个。哦。故所以你以前的观念会感觉，那种垃圾的空气一天都会烧土。错。嘿，不过你新的观念会感觉讲，你那空气假使唔系清严重的空气，你做得一家用。烧土水，唔係用生理食盐水，去来清腔你高温药的按理做得嘞。不过公司采发吼，俺唔知吼，像我的年纪，有经历过双氧水的年代，因为以前脱水嘅时节啊，小的时候，迄个你跑步啊，哦。没有不小心跟气条会跟输送给时间中一波哈，我们就会很得意我们会拿那个双氧水有没有，然后去倒在那个伤口，会清通哦。不过太你就会讲你会忍耐，因为清通贝尔斯嘛该它有效果，对，然后也会有稀泡会有那个白白的泡沫，然后用棉花棒把那个泡沫弄掉，泡沫越多给时间太就会自动你看你给手给很毒清垃圾，然后就会一直弄到。没有了，没有那个泡泡的时候，再加什么碘酒、黑某珠，以前还会用嘛？该红药水、紫药水，你讲亚哈暗用嘅东西没有了，从冇。亚多东西轻少用，因为亚发现讲亚多东西烧透以后，给空气会色素沉淀。哦，所以青岛你亚清用是冇用，亚都有颜色的消毒水。对，错，那像双氧水嘞？双氧水因为其的刺激性太大，因为你空气会到愈合的时间哈，唔该是用较初级的烧土水去来烧土的话，会阻止它细胞的生长。故说以前啊，细个时间用这种双氧水其实是不对的。
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对的，现在的新的观念就觉得不要用那些东西，对，压住某用的东西。不说黑工压哈，就像醒常讲的，黑工你装一不含就去给它简单消毒，就用生理食盐水去做。对，我们现在其实最大宗是会用生理食盐水，空后来冲枪哩，冲枪哩垃圾冲退以后，伤口把它擦干，出糟以后用敷料来改定，改定以后，当伊看空气有买变化嘛，假使有感觉佢有不一样的变化，比如讲，你的空气会痛，也讲会缝，或也讲你有分泌物有浓的感觉，或是有味道，好闻起来有味道，或是有发烧的情形，好，那可能就伤口有感染，那就赶快给医生看。跟去医院本身上看哈，总的因为讲到鸦片太卡就会闷哦，因为平常讲你要把它弄干，第一张问题就会闷，那就会卖东西。有青董你会讲，你的伤口不要盖起来啊，你要通风，而本体干燥。因为也係一種嘅講法嘛，不過也係有流行講，其實睇下狗油嘅狗後要說啊，不要感染，所以要把它蓋起來。對，所以到底應該要蓋起來，還是要通風呢？讓它乾燥呢？以前你全部會感覺空氣會比較好，所以接觸空氣啊，才會結痂，結痂才會較加好。錯。不過你新的觀念會因為講，你皮膚第一個愈合的時間哈，細胞生長它需要水分。古時候人家是太早的空氣，其細胞無法度生長，因為佢冇水分。人家是用早的紗布去填滿，給紗布會讓你的水分吸收掉。對。古時候你的細胞會生長的時間是會生長得不好，所以會延緩傷口的愈合。是。所以古時候你下新的觀念是要用濕潤的敷料去蓋住傷口，讓傷口有足夠的水分，可以生長。古時候躺形常按講，其實它還是要蓋起來，可是又不能用乾燥的紗布，它要有水分的敷料的滋潤的敷料，所以不能讓它打開，夾出空氣，本體乾燥，按用要做唔得，不過你會鉗內又要用濕。太難了吧，形常還是本形常看卡假，哇，好難哦。對，如果你覺得傷口自己沒辦法處理，那我們就到醫院給醫師處理，處理過後。後續可能就可以自己在家裡自己用，對自己照顧寵物哈。平常現從有帶來青島嘅一般來講，啲醫院會看到嘅東西。一般來講，係講你像小朋友，係講你唔拄好大球出送，你轉去不下嘅時間，要用你來做。平常稍微講一下，對不對？從會拄到是會，比如講你講大球跌到路豆啊，對，路豆，去奧多拜路豆有嘛？嗰種嘅從頭會。而且去奧拜路豆清定人講，你看它嘅腳嘅樹。給時間，腳給時間，會有石頭，會有沙子。對，這種空氣一定可以用食鹽水先來沖槍理了。啊，你阿主老太講講，你空氣處理太低要用買處理。一般都買得到嘛？係，你一般買得到生理食鹽水。好，裡面有洗乾的啦。好，啊，你係太乾的。啊，韓國啲棉棒，好，啲棉棒。因為節目嘅關係，我哋先來拆開來。冇一般人你要買無菌的棉棒。其實現場帶來嘅東西，其實你去到挪威的藥房都買得到。都買得到，藥局都買得到。然後你就說，你生理食鹽水又來倒出來。好，你說假使係黑色的空氣，你說棉棒沾濕。沾濕之後，對，然後在傷口。我們傷口在擦拭的時候要由內向外。由內向外。對，因為我們要把細菌往外擦。所以我們就由內向外把細菌往外擦。這很重要呢。一般來講，我們就是這樣擦。對，有的就是這樣。對，我們就直接上下擦。用喺做唔得。由內向外。對。如果遇到比較髒的傷口，可能要清潔好幾次。對。甚至於說，就是用料食鹽水直接沖槍裡來。料食鹽水沖好以後，你然後再拿一張棉棒。好，確定佢冇問題嘅，來出糟來。出糟以後。料出一張問題，你要用那個敷料去敷。這就是重點了，因為經常講哇，壓清複雜，比較濕潤的敷料。對。我們目前一般會看到，就是用紗布。對。紗布的話，因為它比較乾燥，對，所以它會吸收水分。而且紗布好可怕哦，以前那個紗布要拆開的時候，還會粘住那個傷口，好痛哦。對，以前。所以我們現在，如果你的家裡沒有濕潤的敷料，是，那我們可以有幾種替代的方式。第一種是你出糟以後用抗生素的藥膏，這個一般也買得到啦。所以這個抗生素藥膏也是在藥房早點買得到哎。買得到 ，OK。然後就是一樣用棉棒，把藥膏給棉棒，對，擠出來之後，
直接也是一样涂，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就是均匀的涂抹在上面就可以，不用由内向外哈。对，这个就比较，因为伤口已经清洁过了，就比较没关系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有药膏涂上去以后，你就可以用纱布盖起来。哦，因为它已经是湿润的伤口了，好就没关系。另外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刚刚讲，体察爱撸痘很多擦伤的地方，那我们会建议你去买一种这种也是湿润的敷料，它是我们叫石蜡纱布。哦，所以它也是纱布的一种。对，它这个话，你可以把它裁成你伤口的大小，然后把它盖在，就是你刚才的步骤做完之后，盖到伤口上面，然后也可以盖干净的纱布，是这样子伤口它就不会粘住。哦，所以哇，没有听先生讲，真正的唔对呢，唔对讲，其实压哈，其实伫药房做的买到先生讲的，比如较湿润的纱布，因为按用你就唔会讲，哇，你要把伤口打开再看好了，没错，会整个粘住哈。不过乡亲朋友还有请很多的第一次同大家的分享哈，先聊一下，等下张做了。伊昨天绕墙的流行上那档节目地图啦，大家的分享哈，公司采访哈，一般来讲，像小朋友跌倒也好啊，去学倒摆撸倒也好啊，太咖啡说那是小伤，可是有时候小伤很可以注意哦，黑公你冇注意口呢，会变到青洋葱，是上讲的发炎呐、感染，蜂窝性组织炎叫做青洋葱的哈。不过古说前一段节目同大家简单的分享给你做点样的做，我有好多哦，第一。你用生理食盐水冲完之后，是要由内向外，因为要把伤口脏的东西往外推。T1形常工会清创那些东西、黑麦的东西，以前我都不知道，就是说你真的要用湿润的敷料先用。那我就要发问了，问题黑工昨天用优点嘛，碘酒昨天嘛。让它青色用碘酒，因为碘酒它有刺激性，会抽筋，所以你让它会用到优点。优点有可能有的伤口会用到，好，比如讲你偏引替拜输送去医院，你看到个孔后，觉得它可能感染的机会比较大，那我们会用优点去消毒。可是要记得一件事，优点消毒完一定要把它擦掉。为什么？不是就是要把药留在上面吗？你不擦掉，就是怕它会色素沉淀，而且台湾你有讲到优点，它本身这消毒水它有对细胞生长的一个刺激性，故说孔会愈合没不一样用。真劲你看从以前。偷鼠给时间滴豆给滴死都没用，对，观念都不一样，观念完全都没用。以前就会双氧水消毒之后，弄很多的优点，哇，有颜色，好像很快就会好。不过它完全不是这样子，而且平常也有刚刚有讲到，其实也有那种湿润的纱布敷料这样子。好，我相信后乡亲朋友基本你看亚西就底哈，其实黑公你都好跌倒，整体就会按容易处理哈，它可以让它比较快的愈合，然后长得比较好这样子。不过导演就会形成讲的，黑公按高场低度，你有看到有乜个发痒啊、缝啊，也有乜个问题就会本形上看。不过亚它整体轻流行一种嘅东西，以前阿妈唔掂，不过亚它整体太嘎多低，那就是人工皮。以前我们都会用纱布、黑毛就 OK 布，不过亚它形成会本你一种很有趣的东西，就是人工皮，厚厚的，对，然后让你回去贴。现在都会贴人工皮吗？其实，你有谈到痘痘贴嘛？痘痘贴它其实就是一种人工皮。对，它里面有带了一下人工皮分。OK。人工皮痘痘贴还就有问过欣赏，还讲该痘痘贴跟人工皮到底是有没有效果这样子？其实我们人工皮的效果主要是保护伤口，好，注意会保护伤口，伤口有足够的时间去修复。是。它里面还带了人工皮，其实人工皮没有很便宜耶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薄薄的一层啊。然后人工皮的好处是，第一个它可以保护伤口，好。第一，都得保持你伤口的水分，让你的里面的有一些你自己分泌的一些黏液，对，因为这些黏液它有杀菌的效果。是这样。我们自己本身伤口的黏液它有里面有杀菌的效果，然后也可以促进伤口的生长。好，鼓手利用人工皮发。我以前贴过人工皮，我以前受伤的时候，就是医生也是给我贴人工皮，然后贴那个人工皮之后，它会有那个白白的水，或是白白的像组织液的那种东西，对，然后还不小心会流下来，因为贴痘后来医生也说，嘿，真爽
对，他说那是正常。因为你恐吓苯氮素会分泌一些组织液，它一方面它要抗菌，所以它会分泌这些组织液，一方面就是让你伤口生长。对，它人工皮好处就是刚刚有讲，可以裁成你要的大小，你就剪成你要的大小。对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剪成，我刚刚如果伤口不大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成像我们剪成一个方形的伤口。哇，而且人工皮贴着也不怕水。对，它就有防水的效果。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，对，就是看哪里受伤，对，直接贴在伤口。但贴人工皮之前，是不是就像醒伤供你懂眼会先消毒，要有一些对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的步骤。可是人工皮要贴的话，要注意第一个，这个伤口要确定它是干净的伤口，会呛的恐吓当中的。哦。但是你头发讲给我们说累残的那种伤口，上面很多细沙、细石头那一种，对，那种伤口是某些还用人工皮，就看某些，因为这种恐吓可能会发炎。你用人工皮填的那些口很多恐吓会变发。啊，好可怕哦！因为我们人工皮一般我们大概贴不会每天换，我们大概会贴了以后看它伤口的状况，像头发讲一会泡泡的。对，有一些黏液出来的时候，或是旁边翘起来，那我们就要换新的了。对啊，如果说黏液比较多的，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用另外一种，像这种比较大的人工皮。哦，它有比较大、比较厚的。可是你过像按用到太低的人工皮，其实一个伤口就蛮大。伤口比较大，或者说这个其实也可以裁剪，也是可以裁剪。所以我们人工皮其实都可以裁剪。是。啊，另外我们有一种敷料，就是如果你觉得伤口比较脏一点，然后我们可以用含银的敷料，就是它本身有含银离子。可以抗菌的敷料，那这种敷料会发出做的出价特多的恐吓蛋糕。哦，这是另外一种敷料。是，不过公司才发哈，黑公你去语言本性上、款型上本你按用的东西，你就会很安心的使用。不过黑公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刚才讲，黑公你会不小心跌倒呀用回到家，像人工皮这东西，我们也是去药房可以买得到。可以，也可以，是可以的。黑周的黑猫，好，要不然有轻电单同泰卡来整理一下，就是正确的使用人工皮，就用醒伤供给。我觉得刚才有个观念好重要，就是黑供你真的会用人工皮的时间，要确定那个伤口是很干净的，干净的伤口。然后这边也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如果有白白的东西是正常的，对，出体底部会有一些黏液。而且它不用一直更换。不用，就是人工皮假使佢顺头冇松脱，挑起来呀，要讲你感觉佢嘅黏液唔会吸收清都会放，所以还不用更换。对，而且人工皮按规，有吗？省一点用，那很容易。故说你还不要长时间的去泡水。你假使唔多大多水来出早就好嘅，唔过唔好浸多水底度。懂也，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伤口，都尽量不要去太接近。长时间的去接触水嘛，哈，我讲希望吼，其实按用嘅分享本青岛嘅乡亲朋友，迄讲基本有看天师，你就提供都带迄讲有一些伤口太搞用的处理哈。不过除了外伤这种伤口处理，太搞有发现哦，其实有时候你去打篮球也是，有时候不小心跌倒，或者是你跳起来，会发现骨头好像有轻微的折到或是骨折，有痛，对，不会痛。黑猛你就去 K 3个时间，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，你去露营啊，去爬山去 K 3个时间，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立即去看醒伤的时候，你要在野外立即处理嘛。对，醒伤基本要简单来讲一下，从骨折的时候。你假使发现讲骨头有团体的时间，假使你喺第一运动要讲第一爬山活动的时候，第一张说停下来，马上停下来，好运动要停下来，然后活动要停下来。假使身体有瘾，好做在向旁边引，然后帮助你移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。好，然后不过在移动的时候要注意，唔好去挺同豆受伤的那个地方。黑某可以手就受伤，移动还是还拉他手，有没有？骨受原力在移动之前，可能要先固定，固定那个受伤的地方。先固定再移动。对。然后固定，我们大概有几个的好处啦。我们固定骨折固定的话，大概第一个就是让病人的疼痛可以改善，其他不会感觉按痛。固定体，其那条舒长会发出不会按痛。第一张舒。以循环，它的组织循环会比较好，好固定了之后会比较好。第三张，其个出血的，刚万一讲有出血，其出血的情面会改善。好，第四张书对其骨折的恶化有降低的效果，比较不会进一步的恶化。跟泰卡跟我冰敷嘛？冰敷的话，我们的伤口一般原则上只要是受伤的伤口都可以考虑做冰敷。对，可是你头发光会固定嘛，你固定那发有时候固定了以后，那个地方就冰敷不到了。
不过就是尽量可以冰敷到的地方就尽量冰敷，按容易。先从形上有带来比如说可以利用的东西，像板子就要把它固定起来。像这个也可以烟带来给啦，可以有轻转压就会。大概烟带来的护目啦，哈。啊，假设你伫野外，比如讲头讲伫我要大桥，要讲客山的时间，啊，你就地取材，比如讲旁边有树枝，比较粗的树枝，好，那我们就是找2支树枝，如果找不到，其实用1支原则上也可以啦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假设我们现在手有问题的话，对，那我们固定的话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你固定不是只固定到这个断掉的地方，在团体的微受也有荡过的关节，还有上面的关节，那我们这上下关节都要固定到，整只都不能动，就抽背，所以目的就是整只都不能动。对，你要靠这2个关节的支撑力去让这个地方固定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整个要固定到，然后固定了以后才可以移动它。对。对，故说一下就是以烟带来的。不过讯息上讲的，黑公你是在野外的话，竹子可以，是不是？比如说那很硬的书本剪成圆圆的这样子一整个。对，如果真的找不到，其实用那个也可以，也是勉强可以，对不对？甚至于说我们在家里骨折，你找不到包扎的纱布，你也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就是用书本固定以后用保鲜膜包起来也可以。真的好像要露营会遇到的状况，好野外求生的感觉。不过另外一桶大家简单的分享，当然黑公你真的骨折，当然就会看欣赏，哎呦，最保险的，对不对？做的医院说。他做的医院可，不过第一烟料中间有点问题的话，所以先处理后了。对，今天讲这个嘅问题就会讲，比如讲你伫山档遇到按样嘅问题，迄讲你去到医院，1点钟呀2点钟嘅时间，所以做对像先生讲嘅，其实先简单的急救，或者说给你还轻简单、较基础的知识跟大家分享，不要说一遇到好像都很慌张，都不知道用改赛有没有，然后也手也没固定，就到医院的时候本来没那么严重，对，就会变得更严重。有这样的例子吗？有吗？有啊，就是在搬动的时候，尤其我们常常会遇到颈椎受伤的病人有时候有时去跌倒，降紧去肿到，张奎是给颈椎受伤不是很严重，可能只有一点移位。不过你第一搬动的时间去弄到他的脖子，让他的颈椎受伤变得更厉害。对，反而让神经的病变更明显。哇，这样子很严重哎！糖血轻给咱们过去轻量。他救护车急救病人，他都会先上个颈圈。颈圈有，好，你看黑公你看连续剧的时间嘛，底有嘛，好，连续剧周一的时间，不论发生哪个事情，好，上救护车的时间都有一个颈椎，这个很重要，一定要先保护哈。乡亲朋友还有青豆跟笛子同大家的分享哈，聊一下，等下张总了。欢迎绕墙斗新上那头节目地图到大家的分享哦，我觉得今天要分享的知识铁斗哎，一集讲不完，有没有？我们一口一次讲哎外伤的伤口，然后讲骨折这一段很重要哎，以前学校老师教好多烧烫伤，对，然后烧烫伤没会堵到啦，真紧妈妈得注吹个时间就会，有没有减5个时间？哎呦。有谈到，对，可是很少去处理，除非很严重，对不对？今天一开始同大家的分享，其实烧烫伤的分类有很多。你客家话是讲6度、小度，用这种小部分烧烫伤。故所以你的烫伤可能是会6度，烧伤就是小度。好，你6度的话，一般最常见是会小痛、小擦。好，小棍碎掉就去撞到，你是6度嘛，哈，那是热液去烫伤。天一早是烧伤，可能火焰去烧到，比如讲放水火的时间，被火直接弄到，或是瓦斯爆炸弄到火焰直接烧伤，那我们就叫火焰的灼伤，或是火焰烧伤。然后第3个可能是被化学物品、化学灼伤，好，可能强酸、强碱啊这些东西，我们人类有时会糖豆有被泼硫酸啊那种的，好，那个被泼的人他就是化学药品的灼伤，对，他过来说可能。碰到高压电、天斗、电灼伤，好，还有的书可能其他东西碰到的接触性烫伤，其实我们像被太阳晒到的那种晒伤，也可以归类到接触性的烫伤。对，真的，因为它接触到紫外线，所以那个也可以归类成接触性的烫伤。海边玩的时候有没有？因为中了一个时间，哇，脖子这边都脱皮了，红红的，这种没酸烫伤，这也算是烧烫伤的一种，对不对？不过，台湾还有常看到就是烫到排烟管，有，这个我知道，就会起给欧多拜给时间有冇？黑某就会你坐在后
后面黑某，就是你去牵车的时候，那个排气管，排气管太烫了，那很痛哎。变豆血，变豆的时间有时候就可不可以一条黑黑的，有没有？那边烫到，对，所以其实就像醒山讲哎，黑不一样的烧烫伤，黑肉豆要熟豆，不过有不同程度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都会学什么真皮。有没有表皮？对，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它有分好几度。哦，你一般烧烫伤是分3度啦，简单分3度。可是我们在2度里面又会分浅2度跟深2度。然后我们1度，你1度的烧烫伤书，你会看到它的皮肤就是有一点红，有一点肿。然后病人会觉得痛，很痛。对，因为他的感觉神经没有被烧烫伤的受伤去弄到，所以他的神经还是正常的。骨头也痛的感觉会正常。好，像那种偏引的发，一般来讲，你就是做一般烧烫伤的处理，原则上3到5天，他的伤口就会好了。好，然后第2度的话，我们就是有浅2度跟深2度。浅2度的话，就是我们有稍微侵犯到真皮层了。好，或是真皮乳头层。那我们会看到他的伤口就是也是红，甚至于说有一些水泡。对。好，这种伤口的话也是会痛，因为它的神经还是一样是正常的。不过这种伤口就有可能会有点留疤的可能性。好，就是要看伤口的状况。好，深2度的话，就是它真皮层到了比较深的地方，好，到了比较深的真皮层，那它的伤口就会变得比较水泡比较大。然后因为它表皮的真皮层的表皮被弄掉以后，它就会变白色的。好，我们表皮跟真皮浅层是红色的。可是那一层被破坏掉以后，里面就会白色的，所以你会看到它水泡比较大，然后稍微伤口比较白一点，然后它的痛觉就会比较差一点了，因为它的神经已经有一点点受到影响，反而没有这么痛。可是其实不过其实给青痒虫，别人的话痒虫。第3度的话，调中偏引起几乎是不会痛，因为几个神经全部收起来。好可怕哦！不过你会看到个皮肤，其实唔係全部泡是全部糊，焦黑。有的是焦黑，有的就是整个都白的。不过你会看几个皮肤就是干干的。好，就是没有水的感觉。好，那是最严重的3度。那3度的话，一般后续的处理就比较麻烦。像我们之前遇到那个八仙乐园的病人，那他后续可能要植皮。对。好，要反反复复植皮，要穿弹力衣，是，好，不然他的伤口在愈合的时候会挛缩，就是他的手可能会没办法。那神经呢？神经要看他恢复的状况，所以这种病人其实他的到时候长出来的皮，他的感觉会比较迟钝一点。哇，这真的是，姑说哈，可是有时候太敢会吃豆公这种东西，还没离我很远。不过大家真的要注意，你有时候会不小心，对，就发生这样的意外，对不对？其实醒肠公踢一突就会表皮的这个。妈妈注吹就最会遇到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真的很痛哎，你会发现其实某嘛给，不过你就觉得真的很剧烈疼痛，而且醒肠会讲哈，可是一口是空给时间没用哎，踢你怎么突然出现水泡？对不对？那个水泡是不是不能弄破它？要很小心。你都豆的水泡一般有分小水泡、大水泡啦。好，刚刚有看就是浅2度跟深2度嘛。但是它这的水泡，你都一样，先生医师会评估，看看他这个水泡会不会影响。我们你水泡总然天天讲讲伤口会感染。好，因为你伤口如果皮肤有破的地方，它就比较容易感染。你如果皮肤是完整的，它就有一个保护的效果，好处它不会感染。但是水泡它谁长，你做得来，总然天水皮长出来，所以是可以的，是比较没关系。小小的没关系。大的水泡一般我们就是看它自己会不会吸收。好，如果没办法吸收。但是给不会舍得后续还是会把它弄破，因为后续我们可能要帮他做进一步的处理，好，所以就会把水泡弄破。是，不过原则上第一时间通常是不弄破的，水泡一般第一时间是不把它弄破的。因为醒肠公黑公可以语言处理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像是在家里有时候不小心被热水烫到，或是注吹的时间。豆要手豆的时间可能有那个水泡，那时候第一时间有没有？比如踢你水抹红了，又怎么手有水泡？那我们大家就会注意说，那水泡到底是要不要弄破？一般来讲就先不要弄破。一般来说先不要弄破。哦，哇。
真的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哎哈。不过更多鸦片，大家就会提，那到底遇到按用6度、10度的时间，大家第一时间按用处理啊，这个我们会以前脱鼠给时间背很熟。5个字，对，黑毛来哪5个字？冲脱泡盖送，这个大家都很哎，可是这个就是一定要记得的，对。一开始，因为你6度的时间哈，那个温度比较高，好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冲主要就是降低它的温度，对，好，冲的话，我们一般至少冲15分钟，原则上是冲15到30分钟，好，就是用干净的水，而且冲的时候也会降低它的那种痛的感觉，痛感，对，所以我们这样冲完之后，如果确定伤口没有问题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脱嘛，对，脱的。不是全身脱光光，是把有受伤的地方，对，有受伤的地方把它覆盖的衣物把它脱掉。可是脱的时候要注意，如果那个伤口，因为我们有遇过一些像是火灾烧伤的病，它的覆盖的衣服会黏住的。黏在那些你脱的时候滴水，在水里面浸的那时间，所以第3个泡的时候我们就顺便脱啊，泡的时候就脱，然后泡也是大概泡30分钟。好，那如果这个步骤都完了，病人状况也都可以，那我们就是用干净的布或是毛毯把它盖着，把受伤的地方盖着，然后送到医院去。好，这是最基础的哈，大家就会按。其实当然会看欣赏啊，不过就会去看欣赏给时间有冇，给工厂低度你做得先做这样子的处理，对。可是事实上，很多烧烫伤还是有它处理的这个注意事项哈。第一个我就要来讲了，以前有没有轻微的这个6度要10度的时间，可能有阿婆会讲牙膏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因为好像凉凉的，对，薄荷牙膏，所以这个。或者是有些人会用其他的药自己赶快先处理这样子。对，不过我得让它对伤口注意，因为刚刚有提到伤口，我们尽量就是让它保持干净。好，骨手原理假使有烧烫伤的伤口，你不会用其他的药品去擦，一定要到医院用专业的烫伤药膏去做处理。是。对，而且医生今天有带烫伤药膏来，这个是因为我把它分装了啦。是，我们正常烫伤药膏就是有大罐的跟小瓶的。是，那我们把它分装成这种小罐的。我们一般烫伤药膏就是白色，它里面有含银的离子。哦。我们刚刚有提到银离子，它有杀菌的效果，所以我们这个烫伤药膏就是病人来的时候，我们把它涂抹在上面。对。然后敷料盖上去之后，是每天可能要换个1次到2次。对。所以这个就是当然是欣赏医生给的啦。有时候外面那种坊间会卖很多那种烫伤药膏，我自己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对，还是要注意它的成分，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成分，而不是说真的，因为外面有时候会说哇这个很有效哦，大家就自己好像一烫到觉得不舒服哦，对，含油，青豆给爸爸妈妈会把那个药膏放在冰箱里面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好像炒菜的时间有没有？黑公6度要10度赶快给冰箱的门打开了，药膏就拿来涂。对，可是我爱黑吃豆公，当然还会请注意。对哈，黑公走的还是清流一款欣赏。当然黑公黏膜嘛，该养抽一下就好了，当然那就恭喜大家，好吗？哈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。对，然后这边有特别再一次提醒大家，就是水泡。对，水泡莫来中难的。好，水泡保持它的完整。对。第3道是我们的敷料要注意，不要用那种会粘皮肤的敷料。好，因为你假使有水泡，你敷料把它剥开的时候，可能皮肤会被你一起剥掉。好可怕，想到都很痛哈。乡亲朋友吼，你係基本嘅呢道長度先生嚟到節目啲讀啦，大家咧歡迎係講要雙橋嘅時間用嘅曬咧6度啊10度嘅時間用嘅曬，按基礎嘅知識啦，大家咧分享，希望大家嘅收穫動態嗬。感謝先生嚟到節目啲讀，感謝。好，鄉親朋友3年下來，你有得做認同了。